呢一個窿到非常之黑嘅鑊，如果係你會點做？用鋼絲刷狂刷佢呢個，定係直接掉咗佢，買過另一個？千祈唔好掉，只要呢一把幾毫子嘅白色粉末，我可以喺30秒之內令呢一個廢鑊變翻新嘅一樣。你有冇試過打開廚房櫃底，見到堆積如山嘅清潔劑啦，去油嘅、通渠嘅、洗玻璃嘅，即係買嗰陣咧以為好專業，結果用一次就擺喺度封塵。最慘係咩啊？呢堆化學武器加埋分分鐘幾百蚊，喺今時今日嘅市道，呢啲真係一頸血啊！今日呢條片我會同大家踢爆清潔用品箱嘅秘密。其實要解決屋企90%嘅清潔難題，根本唔需要交智商稅。你廚房咧一直收埋咗一樣清潔界嘅鑽石，佢比任何化學劑都安全，而且成本接近零。冇錯，就係大家都識嘅食鹽。你以為鹽淨係用嚟煮餸？錯啊！其實喺化學角度咧，鹽係最強大嘅研磨劑、吸濕劑，仲有殺菌功能。今日 Thomson 咧整理咗10個食鹽嘅隱藏用法，由廚房去到客廳，再到你衣櫃入邊最貴嗰件衫，一包鹽搞掂晒噶啦。特別要睇到最後，我會醒你3個絕對唔可以用鹽清潔嘅禁區，唔睇分分鐘整爛嘢噶。準備好未？今日嘅慳家急救手術呢，正式開始。講到清潔，係梗係由全屋最油膩、最令人頭痕嘅地方廚房開始啦。第一招，窿鑊底急救術，呢個就係頭先講嘅地獄現場。平時煎牛扒或者炒餸，火猛得滯，個鑊底黐住一層非常黑嘅窿跡，用鋼絲刷會刮花個塗層，個鑊就廢咗啦。呢個時候鹽派上用場，咁記住最好用粗鹽，因為粒粒大，摩擦力夠勁。撒一層厚厚嘅鹽遮住個鑊底，加少少水，啱啱濕潤就得。開火加熱1分鐘，見到出煙就熄火㗎。趁熱，但係要小心手嘅，用百潔布或者廚房紙慢慢擦。呢度嘅原理係鹽咧喺高溫之下會吸收油脂，同時晶體變成最強嘅溫和研磨劑。你會見到原本白色嘅鹽變成深啡色，吸晒啲油同焦炭，嗰層殺一殺嘅焦黑嘢，好似擦膠水咁甩出嚟。個鑊底光潔如新，最重要係完全唔傷鑊。搞掂個鑊，轉個身望下你塊砧板咯。第二招，砧板深層排毒法。砧板切完生肉又切生果，乾腥味洗潔精都洗唔甩啦。而且刀痕入邊藏晒細菌，唔好用漂白水，會有殘留。你只需要粗鹽同檸檬，切半個檸檬，撒一層厚厚嘅粗鹽喺砧板上，用檸檬做刷，用力捽，呢個係雙重攻擊。檸檬酸殺菌除味，粗鹽磨走刀痕深處嘅老泥。捽完沖水，你聞下，陣腥味冇晒，變咗檸檬清香，砧板仲白淨咗添。醒多你一個秘訣，洗完晾乾之後啊，可以抹一層薄薄嘅食用油上去，咁塊砧板就冇咁容易裂同發毛啦。除咗煮食工具，有樣嘢大家都好容易忽略，就係你每日飲水個杯。第三招，茶漬咖啡漬零成本去除法。公司個杯積咗圈，1000年茶漬擦唔甩。有人教用漂白水浸嘅，千祈唔好嘅。個杯係我嚟飲水嘅。解決方法超簡單，唔使加水，手指頭點少少鹽，直接喺乾嘅杯壁上面摩擦。聽到沙沙聲未？呢個係物理研磨，3兩下手勢，茶漬全部甩晒。當你聽到發出吱吱聲啊，即係代表個杯已經乾淨到觸手噶。呢招比化學清潔劑更安全，飲水都放心啲。廚房搞掂晒，但係出到客廳呢，有時一唔小心發生嘅意外，鹽一樣救到你。第四招，碎蛋凝固法啊，呢招真係救命。一唔小心跌爛個生雞蛋喺地磚上，好黐手，越掃越散啊。如果你用濕布抹呢，條布會即刻充滿一股好難聞嘅生雞蛋腥味，洗都洗唔甩。我教你一招物理魔法，千祈唔好慢，即刻倒一大堆鹽冚住佢，等10分鐘，鹽會吸收水分，令蛋白膠形，變成一堆好似沙咁嘅固體。呢個時候掃把一掃，乾手淨腳，地面乾爽無痕，連地都唔使拖。講完地板，如果你屋企有鋪地氈
下邊呢招更加要學識，因為隨時幫你慳翻幾千蚊啊。第5招，地氈紅酒急救必學。開 party 倒瀉紅酒落幾千蚊嘅地氈，嗰刻真係心都嚟一嚟。千祈唔好用熱水，會令色素定型啊，個印變到成個餅咁大。你要利用滲透壓原理，即刻堆一座鹽山喺個漬上邊，要厚。鹽嘅吸水力極強，佢會將紅酒由地氈纖維深處吸出嚟。等佢乾咗之後，你會見到堆鹽咧變咗紫紅色，用吸塵機吸走，個印咧起碼淡咗90%。如果仲有少少印咧，再用白醋抹一抹咧就搞掂。除咗清潔，鹽仲可以幫啲難搞嘅嘢沖涼。第6招，假花與毛公仔免水乾洗。屋企啲絲花啊、毛公仔鋪滿晒塵，又唔使得。Thompson 教你食鹽乾洗法，揾個大膠袋放公仔入去，加半杯鹽咧，揸實袋口，好似搖骰仔咁大力搖1分鐘。打開睇下，你會發現啲鹽變咗灰色，而朵花就變翻鮮鹽啦。因為鹽咧有靜電吸附力，會將微塵全部吸走。呢招連結構複雜嘅擺設，甚至 LEGO 積木都洗到，每一個角落都乾淨晒。其實鹽唔單止識得洗，佢仲係一個隱藏嘅保養大師，特別係對付衣物同金屬。第7招，牛仔褲鎖式大法。新買牛仔褲經甩色，第一次洗之前咧，冷水加1大湯匙鹽。如果你想效果再勁啲咧，加多1蓋白醋，攪勻佢，浸30分鐘。鹽嘅電解質可以鎖住染料，白醋可以令纖維柔軟嘅。浸完再洗，着多幾年都仲係咁新淨。呢個係染布師傅嘅不傳之秘。第8招，潤竇底板回春術。潤竇底層黑色嘢係纖維用咗黐住，令到燙衫卡住。千祈唔好用刀刮，鋪張紙，灑鹽，開熱潤竇。記住開乾燙，唔好開蒸汽。如果唔係啲鹽水入咗氣孔咧，就麻煩。喺鹽上面燙1分鐘後，黑色嘢全部轉移去鹽度，底板變翻鏡面。如果你個熨斗通翻，咁去水喉又通唔通呢？第9招，滾鹽水通渠。雖然咧梳打粉通渠好勁，但係平日保養鹽都得。半杯鹽倒落去水位，沖1壺滾水。滾鹽水可以溶解油脂。去高濃度鹽分呢，係令到細菌脫水死亡啦，仲可以防止小飛蟲滋生。每個禮拜做1次，好過錯咗先嚟通。第10招，銀器秒速翻身。銀鏈變黑帶唔出街，唔使抹。錫紙包碗，光面向上，放鹽啊，梳打粉，加熱水，放首飾落去，你會見到起泡，仲可能會聞到一陣淡淡嘅臭雞蛋味，即係硫磺味。唔使驚噶，證明反應進行緊嘅。啲黑色氧化銀被還原啦，1秒變翻，閃閃發光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想即刻拎包鹽周圍撒呢？停 Thompson 必須要嚴肅提醒大家，鹽唔係萬能嘅，有3個地方，你千祈唔好用鹽去洗，否則後悔莫及。第1禁區，大理石台面。如果你廚房係雲石或者大理石，千祈唔好用鹽磨噶嘛。鹽嘅硬度高過大理石，一磨就花，光澤感會冇晒，花痕仲會變成細菌溫床。第2禁區，塗層已破損嘅易結鑊。雖然頭先教洗鑊，但係如果你個易結鑊本身已經化晒爛晒，就唔好用鹽，因為鹽會加速金屬氧化，令生鏽惡化。第3禁區，長時間接觸金屬，鹽水係會腐蝕金屬生鏽嘅。所以如果你用鹽洗完刀具、車身，記住一定要用清水徹底沖乾淨嘅，再抹乾。如果留低啲鹽分，過2日就會生鏽。一口氣講咗咁多招，你睇1包幾毫子嘅鹽，竟然係萬能嘅做家務嘅最高境界。唔係買最貴嘅產品，而係識得運用生活智慧，學識呢幾招啦，你屋企即刻乾淨咗。銀包又漲翻，呢啲咪叫知慳識儉咯。今集內容極度實用，建議大家 save 低佢，得閒攞翻出嚟對住做。如果你覺得有用 ，share 俾你身邊最中意亂買清潔劑嘅朋友。記住訂閱湯臣小貼，撳埋個鐘仔，下集見。